周年紀念短途杯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嘅，快啲嘅馬啦。咁啊見到內欄位置就維港智能啊，響外邊就嘉應高升啦，中間黃衫魔術控制第4位呢就美麗第一啊，後邊嘅4匹馬啦，有幸運有你的愛心啊，尾衣紅衫係賢者無敵啊，暫時電流係驕陽名駒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就係呢隻嘉應高升啊，跟住第2位就魔術控制啊，內欄第3嘅馬有維港智能啦，第4位美麗第一啊，後邊嗰4隻橙衫的愛心、藍衫幸運有你啊，尾二呢就賢者無敵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驕陽名駒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咯，前面嘉應高升仲係撳住佔先嘅，咁啊後邊嘅馬見到魔術控制第2位啦，埋邊呢仲有維港智能啦，橙衫中檔有的愛心，中間美麗第一，外邊追嘅馬呢仲係幸運有你，依家先抽到出嚟就驕陽名駒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數拋嚟咗4個馬位度啦，後邊嘅馬幸運有你，入邊追的愛心。外邊上咗驕陽名駒，最出係賢者無敵，接近終點，好似神操咁翻嚟啊！嘉應高升咁啊狂勝對手，捧走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亦都係呢匹馬出道以嚟取得嘅第10場頭馬，繼上場賽事喺場香港短途錦標贏完1級賽之後，呢匹嘉應高升再次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埋呢場1級賽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至於跑第2名嘅馬驕陽名駒。埋邊有的愛心，出邊賢者無敵。